南西港的港东里庆祝9月重阳，里长是请老长辈食饭桌看表演，现场拢是老大人的笑声。9重阳，台南西港区港东里为了庆祝这个节日，特别伫社区办桌，邀请这老大人做伙来闹热。第顶个有志工的表演，大概是哪食哪欣赏。这个节庆就是表示咱尊重这长辈，甲咱的长辈当作是宝贝。台南全族扶轮社已经是连续3档甲港东里社区合作，今年准备米要送互这老大人做礼物，祝福因健康快乐吃饱日。表现我们一点点的心意，来跟他合作这个重阳节。我今年关键就是米，就是米，互大家分享，互大家老大人大家来分享。社区的老大人日常照顾方面有人伫关心，互因的生活加正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